来看南投清境农场往合欢山武岭地在14架线18.7公里翠峰路段长崩山，伫昨下晡抢通路，也毋过今仔透早6点外又搁崩山哦。双向的交通拢中断，公路总局嘛一定会抢修咯。目前台14甲线18.7公里处，因到那个山壁坍方，目前交通双向中断，警方在坍方处的两端设立封锁线。 在此呼吁游客提早改道，可以往那个例行方向，往梨山方向、大屿岭方向、花莲方向。目前等待公务段抢修后，我们会疏导下山的游客。 这路段因为最近山区过道拢会落大雨，所以土质啊拢真把水哦。昨早起崩山，下晡3点半抢通，也毋过今仔早起6点外，同一个路段又搁崩山。警方是表示讲，早起崩山的面积是比前一日较大，目前双向的交通拢中断。警方哦，嘛伫翠峰、雾社甲上山路等路段来进行交通管制，玻璃工务段一定会抢修路，按算下晡会恢复通车。